好房咧唔會等人嘅，好似呢個戶型咁。上一期咧我拍咗一套，好快已經賣咗。咁呢一套咧業主就好誠心出售，而且係降價添。係啦，我而家從玄關開始講起啦啊。咁玄關入嚟咧，呢一邊咧就係一個餐廳位置啦。咁對入去咧就係一個一字形嘅廚房，仲連接一個生活陽台。仲有呢邊咧就有一個雜物房啊，非常之好用嘅，係啦。跟住出嚟咧，你睇到大概20幾平方嗰個客廳位啦，跟住左手邊就係一個主人房啦。主人房係朝南嘅喎，你睇到咧整套房啊個保養程度非常之好，業主咧就從未出租過，定期有阿姨做打掃衛生嘅，係啊，可以做到拎包入住。呢邊咧就係一個客房啊，都係套間嘅喎，係啊。跟住咧就係出嚟就係一個細地個客房啦，都係套間嘅。咁呢個戶型咧，做緊係一種舒適型啊。最吸引地方咧就係呢個大陽台啦，大概20平方左右，朝西嘅，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。係啊，如果你對呢種戶型有興趣嘅話，評論區留言啦，帶你實地睇房。